议会临时会上午针对平时营区的一项大法的设置案，邀集市府、经法、都法、交通、环保、甲观光旅游等相关单位来专案报告。因为进前被议会国民党团驳了，业者伫还未取得合法的申请，就开始种地规划，而且佮对外招商，议员担心有摊商受害，因此要求经法局要说明清楚。这个权利是伫到底讲无是咱？我请教咱个其他相关单位有送的，咱甲明确讲。摊贩第三，伊根本无你家讲的嘛，无伫咱公告要会当申请摊贩的范围内底。是不是？所以你讲驳回最重要原因是啥？我们看到的现况，包括媒体的呈现，这块土地几乎已经要尘埃落定，成为全台南市最具规模的5000平大夜市。难不成是你们内神通外鬼，让他们觉得我们说归说，到时候大家来比谁的臂腕大，会通过吗？台南市的发展。国防部的商业区为什么不整个在都市里面的发展来做计划？国防部租给他2年做夜市，这样的模式符合我们台南市的都市的发展吗？对此，市府经法局回应，因为土地是属国防部主管机关，不过伫个议员甲媒体角落，经法局嘛有做联合稽查。但就是查无违反现行的法规。虽然业者有2天的送件申请，不过市府伫个跨局处的会议，以该案无符合大环的主题条例，已经驳回，无搁再受理。3月5号的时候，府城我们已经开过会议，针对于本案目前设置的地点，并不是按照我们第4条规定，它并不是在我们主管机关所公告的地点上。所以它并不是在这个公告的地点，所以我们就不予受理。我感觉真的要做慎重。这会影会声哦，对我现有的议员是很重大的污蔑呢。我请检调单位介入调查，这样子的一个首长配合台南市的这样，为了台南市的发展，既然不重视，而且这样的人去协助一个新的开发的地区。伫主管机关无共甲无法可发的状况，现场某议员认为民意代表已经被污名化。被讲成跳出来讲的，拢是因为无摕到好处，因此议员自称要求要送检调来调查，甚至发表无自杀的声明，避免被恐吓威胁到性命的危险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